消防員平時救急扶危，將市民嘅安全放喺第一位。呢一班咁值得我哋欽佩嘅無名英雄，原來佢哋除咗精於救人救火之外，運動都一樣考唔到佢哋㗎。一班消防精英今日就齊集喺紀律部隊人員體育及康樂會進行由香港消防職工總會舉辦嘅2009三人籃球賽。當日各區消防員分成 A、B 兩組，合共11隊，角逐呢項賽事嘅殊榮之餘，仲向大家展示消防員充滿精神同埋活力嘅一面。經過咗一個上午嘅精彩淘汰比拼，終於鬥剩4強隊伍。佢哋努力咁向住冠軍進發啊！經過最後產生咗季軍組同埋冠軍組嘅對決，先睇下季軍戰先。季軍戰由藍衫嘅 NTW 對住黃衫嘅 Mark 6隊啊，真係消防員改名都風趣過人啊！今日熱門隊伍 NTW 入唔到決賽啊，於是季軍賽更加不容有失啊！面對住 Mark 6啊，佢哋發揮全力，以最強嘅內線做進攻重心，尤其係高大嘅中鋒鄧耀豪連連得分，中段已經將比數拋離到去5分以上啦。最後比賽完結 ，NTW 以14-9擊敗對手，得今次比賽嘅第3名。不過好戲在後頭，冠軍賽跟住隨後展開啦。冠軍嘅兩隊可以話係實力強勁啊！由黃衫嘅 Miracle 對住藍衫嘅 ASC， 一開波冇耐啫，擊敗大熱隊伍 NTW 嘅 ASC 已經不斷得分啦。中段時候佢已經6-1拋開對手啊！正當大家以為佢哋穩操勝券啊，點知 Miracle 對佢哋後上發力，去到尾段已經追到去10-11，相差1分啫。不過最後完場之前，技高一籌嘅 ASC 成功拎多分，以2分之差12-10擊敗對手，奪得今次比賽嘅冠軍啊！而今次比賽 MVP 就由 NTW 嘅鄧耀豪以全日59分進帳當選，恭喜晒咁多位！